娃娃 TV 讲台语，各位观众朋友好，我是 Lisa。咱台语内底有真侪趣味的塔词，亲像 AA、AAA、ABB， 就是有两字的塔词、三字的塔词，甲一字加两字的塔词。趣味的是，这两字的塔词煞会比一字的程度搁较轻哦。这集咱就要来分享5种会当用来形容无共物件的塔词，甲3种无共形式的塔词，看你有听过偌济。咱先来看会当用来形容食物口感的，有肥、甜、芳、咸、Q、黏。两字的 AA 就是肥肥、甜甜、芳芳、咸咸、Q、黏黏。三字的 AAA 就是肥肥肥、甜甜、芳芳、咸咸、Q、黏黏。ABB 的有肥卒卒、甜蜜蜜、芳讲讲、咸笃笃、Q 滴滴、黏贴贴。用甜来举例，就是亲像一杯饮料，咱讲甜是7分甜，安尼甜甜就差不多是3分甜，甜就是10分甜啊。甜蜜蜜就是用来形容这个物件足甜的，亲像饮料淋伤济糖，规杯就会甜蜜蜜。刷落来，咱来看形容色水的，有光、暗、乌、白、金、黄、红、青。两字的 AA 就是光光、暗暗、乌乌、白白、金金、黄红、青青。三字的 AAA 就是光、暗、乌乌、白、金、黄、青。ABB 的光有光影影、光死死，暗有暗烁烁、暗蒙蒙，嘛会当念做暗摸摸。刷落来阁有暗烁烁，乌有乌闪闪、乌烁烁，白有白苍苍，金有金闪闪，黄有黄硬硬，红有红讲讲、红记记，青有青笋笋，嘛会当念做青笋笋。咱用红来举例，上红的就是三字红，红，亲像演过人结婚的时阵，拢会穿甲红。第二红的就是一字红，用来形容红色，亲像这蕊玫瑰花足红的。第三红的就是两字红，红就是淡薄仔红尔，亲像去外口晒日，也是歹势的时阵，面就会红。红讲讲、红记记，就是用来形容这个物件足红的，亲像人结婚。除了会当讲人穿甲红，嘛会当讲人穿甲规身躯红记记、红讲讲。刷落来，咱来看形容物体模样、体积的，有老、幼、胖、圆、烂、条、赖。两字的 AA 就是老、幼、胖、圆、烂、条、赖。三字的 AAA 就是老、幼、胖、圆、烂、条、赖。ABB 的有老壳壳、幼咪咪、胖西西、圆滚滚、烂糊糊、撩屁屁、赖咸咸。用撩来举例，撩就是一点点仔撩，亲像骰子洗好无匀，就会撩，已经撩啊！你搁甲放伫烫树内底，袂输咧熬咸菜，伊就会撩起。你若甲衫蒸入去地仔内底，足久拢无整理，安尼一领衫膏揢出来的时阵，就会撩。咱就会当形容讲，这领衫风凹甲撩屁屁。刷落来，咱来看形容温度的，有小甲冷。两字的 AA 就是小甲冷。三字的 AAA 就是小甲冷。ABB 的小有小烫烫、小滚滚，冷有冷叽叽。用小来举例，亲像煮汤，汤干滚起来，
即个时阵的汤是烧烧烧，嘛会当讲这汤是烧滚滚、烧烫烫，甲汤缀起来放伫桌顶，汤就已经无像烧烧烧遐烧啊。毋过这汤也是烧的，买啉的时阵若无分，嘛是会去烫着。啊，若等这汤放一段时间，你甲摸的时阵有淡薄仔烧，毋过袂甲你烫着，这就是汤抑阁有淡薄仔烧烧。好，刷落咱来看形容状态的，有看、会、捌、得、淡、搭。两字的 aa 就是看看、会会、捌捌、得得、淡淡、搭搭。三字的 aaa 就是看看看、会会会、捌捌捌、得得得、淡淡淡、搭搭搭。abb 的看有看懵懵、看弄弄，会有会尖尖，嘛会当念做会尖尖。捌有目睭睭，得有直溜溜，淡有淡糊糊、淡落落，搭有搭酷酷。用淡来举例，亲像去运动流汗，衫就会淡淡，就是一点点仔淡尔。啊，若衫互水泼着，就会淡去。啊，若落大雨，你无早雨伞，你就互雨压甲淡糊糊、淡落落，这个时阵就是淡淡淡啊。好，最后咱来看别种形式的塔词。第一种是 AAB 形式的，亲像高高甜，就是一个人足烦的，一直伫你身躯边搭甜；酷酷扫，就是一直扫袂停；金金看，就是足认真，一直看，一直看。亲像查甫囡仔看到水查某囡仔，就会一直掠人金金看。细细念就是一直念，一直念，搁较安怎念，嘛是拢念同款的物件。第二种 ABAB 形式的，亲像故意故意，就是咧形容一个人真正直、真老实，袂去占别人便宜，也是去害人。面色面色，就是咧形容这个人敢若捌伫倒位看过，改成熟悉的款。好，最后一种是 AABB 形式的。亲像叽叽嘟嘟，就是伫人的面头前，也是后壁讲人的闲仔话啦。亲像一个人做歹代志，大家就会伫伊的后壁叽叽嘟嘟讲伊的闲仔话，哩哩啦啦，就是咧讲一个人讲话也是做代志拢做无好势。亲像一个人伫弹琴，伊无识弹甲乱七八糟，咱就会当讲伊哪会弹甲安尼哩哩啦啦啦。A 定定就是咧形容人足济足闹热的，亲像妈祖出巡的时阵，现场人有够济啦，咱就会当讲现场的人是 A 定定。咪咪毛毛就是咧形容变形去啊，亲像特殊乌道，因就会派野球队来甲你的人也是物件，亲像车讲甲咪咪毛毛。好，以上就是即摆要介绍的塔词。毋知影大家会晓偌济咧，拢欢迎留话甲我分享哦。我是Lisa，若想介我的影片，要即摆起赞，搁来分享出去，也要电话观众朋友，支持一下电话咧，拍拍遐铃啊，安尼开来都收到上新的影片通知哦。另外Lisa嘛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咱后一个节目再会。